这倒粪扫也有通倒甲安尼冤家相拍。伫个中华的田中呢，是有民众这粪扫弹刷徛伫个路边的时阵，结果对面的厝边煞熊熊走来甲木落，互伊的面着伤。警方调查发现讲，其实双方呢本地就看对方袂爽啊。这个先动手的姓赖的民众呢，是有啉烧酒，目前专案当咧侦办。 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驶到位，这位民众看都无看，先甲回收物拼去车顶，险险啊等着清洁队员，扫落来惊向对面的民众，一群就安尼木落去，双方爆发冲突，清洁队员嘛惊一条。就正常收银时候，突然就是有民众把那个回收物就直接丢上来，那幸好我们的队员就反应还可以。 只丢到冒烟，也没有造成我们队员受伤，只是有一点小惊吓这样子。车喝醉就在这边咆哮，就骂三字经。我儿子丢垃圾，他又来打我老婆，他们两个都有去报案。这站弹粪扫所发生冤家相拍事故，就发生伫中华田中的8日下晡。经过警方调查，这两户厝边原本就有宿怨，轰拍是姓黄的查甫人，甲姓刘的妇人人，嫌犯是姓赖的查甫人，大约60岁，有啉烧酒，疑似一时情绪无稳定，才来动手拍人。经查双方是邻居，并有前系。 其中犯嫌因酒后突然动手伤害邻居，造成男子及其母亲脸部红肿挫伤。本案本分局已受理侦办中。警方呼吁暴力无法解决问题，并会涉及刑法相关罪责。警方表示，双方互相提告伤害罪，目前正咧受理侦办。警方嘛呼吁厝边头尾闹纠纷，应该爱保持理性，找调解委员会协助，目的无法度解决问题，更有可能会有刑法相关的罪责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